字畫是他朋友阿達的。阿達？对，阿達是個行家。我跟他說了，低於10-20萬的東西就別拿出來了。他說包我滿意。你再摸排一下周邊關係。好嘞。我們的目標是要見到文物，你可能還得再接觸一下。這個人是個行家，我又不懂行，萬一交易我暴露了怎麼辦？我的任務呢，就是跟他講解很多文物知識，要能編得出來。唐代上法，宋人上意，晋人上韻，看一幅字從哪幾個方面去判斷它的真偽，你講得出來嗎？4個方面：筆、墨、紙、印，這些行話又懂一些，你背也要背一些下来的。你必須对这個東西是很感興趣的，人家才會拿東西給你看，肯定要跟你交流的，不能別人一看你就是臥底。